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、最獨家嘅賽事大解剖啦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第一單，等足4個月，神童蔡明少終於開齋破悶局。佢騎隨雨石馬房嘅暴風之子喺4班谷草1650米一放到底，爆出11倍半欄。蔡明少對上一場頭馬已經係上年2025年12月23號嘅加州本事，足足4個幾月，跨年都冇贏過馬。睇返尋晚長馬，蔡明少排7檔起步，一出閘即刻好決斷咁攝入內欄放頭，入直路仲頂得住勁進區嘅衝刺，有師兄都戥佢高興，等到頸都長，仲以為蔡明少唔記得點贏馬添。捱過呢個低潮期，希望練馬師俾多啲支持本地薑啦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準備好嚟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內欄位置嗰隻快靚王嚟嘅，真叻仔大面箍中間都快，出邊有2隻嘅橙色眼就暴風之子，最出藍衫係勁進區啊！大家跟住個第5啦，內欄有紫色衫就快搏，粉紅帽響個外邊啊，5、6位嘅馬呢，仲係爆出美麗嚟㗎，後多針嘅馬啦，上步福旺響出邊喎，被動咗喎，中間夾住有隨緣德勝大數據啊，內欄紅衫大面箍浪漫老窩啊，後邊2匹馬，咁啊紫色衫係越進齊歡啊，暫時電後黑衫藍眼罩係定數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跑呢，係呢隻暴風之子啊，埋到嚟2搭第2位啦，就勁進區啦。內欄第3快靚旺粉紅衫，第4有真叻仔，內欄第5紫色衫係快搏啊，響外邊紅衫第6位嘅馬3搭啊，上葡福王啊，中間第7粉紅衫啊爆出美麗，內欄大面箍尾5呢有紅衫呢隻浪漫老窩，尾4外邊紅衫就係隨緣德勝啊，後邊3匹馬大數據越進齊歡啊，暫時電後仍然係定數嚟㗎。好啦，過晒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依然係呢隻暴風之子啊，勁進區呢就開始緊貼啲啦，落後個零身位嘅馬，埋邊啊快靚王啦，冚啦出邊位置上葡福王啊，中間呢仲有真叻仔攞出去外邊衝嘅馬，分別有爆出美麗隨緣德勝啊大外檔嘅，最後300零米啦，暴風之子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勁進區就開始追佢啦，咁啊後多層嘅馬出邊隨緣德勝上緊嚟啊，大外檔仲有隻越進齊歡啊，中檔位置係快搏啊，最後100零米，暴風之子依然係佔先啊！快搏先呢，追緊呢隻勁進區嘅時候，追埋呢隻暴風之子，贏馬嗰筆係咪暴風之子仲頂到啊？我自己就覺得騎師最怕就係冇信心，一跌入盲門期就咩都唔信。今次幫石哥爆冷贏馬，總算係幫自己大大減壓。希望蔡明少打破悶局之後，頭馬會陸續有來，生生性性啦。第2單，冠軍練馬師爭霸戰直入白熱化，講下今季緊湊到爆嘅冠軍練馬師爭霸戰。方嘉柏自從有主帥雷神莫雷拉幫手之後，贏馬贏到停唔到，但尋晚莫雷拉唔喺度，方嘉柏即刻斷纜，冇馬贏。相反，廖康銘就趁機發惡。尾長憑穿甲金鷹食尾胡，而家2位練馬師同樣係50場頭馬，但廖康銘因為亞軍數目多啲，暫時爬咗方嘉柏頭上榜首。嚟緊星期日沙田賽事，雷神繼續請假，方嘉柏今次就要靠黃志宏、布浩榮、何澤堯同奧爾文呢班騎師幫手。講開徒弟仔黃志宏，尋晚真係慘，第9場犯規被罰停賽3日，仲要罰2萬蚊，馬又輸埋，真係得不償失。網民見到呢個形勢都紛紛食花生。如果星期日呢班替工幫手贏到馬，拉叔真係可以唔使返嚟啦。志宏大師真係要冷靜啲，係咁罰錢停賽點上位啊？方嘉柏自己就話好享受呢種壓力，仲話今季係歷來最精彩嘅爭奪戰，佢非常有信心可以第5度封王。我自己就覺得今季頭5位咬得咁緊，真係少見。
方嘉柏手馬確實有實力，但星期日冇咗雷神呢把刀，就要考驗佢排兵布陣嘅功力。第三單小料天堂轉倉傳聞，馬主親自開腔解話。最後一單講丁冠豪馬房嘅明星馬小料天堂，呢隻馬早前喺何澤堯胯下贏咗經典一哩賽，但之後跑經典杯同打比都落敗，江志換上潘頓出戰冠軍一哩賽，直路仲要嚴重受困，最後輸埋。連場大敗，加上潘頓塞車，出面即刻吹晒風，話隻馬要轉倉。好彩馬主高薪親自出嚟辟謠，話絕對冇打算轉倉。佢話覺得丁冠豪練得好稱職，隻馬純粹係需要休息，決定提早唞暑，下季先會再出。網民聽到馬主咁講都大讚，馬主明理係好事。潘頓塞車關練馬師咩事？4歲馬跑完4歲系列，再打1級賽真係唔易，唞下絕對係正確決定。我自己都非常認同馬主嘅做法。好多馬主一輸馬就賴練馬師，急住轉倉，但其實隻馬由季初谷到季尾，體力透支係必然嘅。俾小料天堂好好放草休息，下季轉5歲大熟大勇，大把世界等住佢啦。好啦，今日嘅馬圈猛料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大家覺得方嘉柏星期日冇雷神幫手，會唔會跌入低潮？又覺得今季邊個會奪得冠軍練馬師寶座？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！記住即刻俾個大大記 like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